镜头转来咱国内，有民众伫高速公路标绿的路段看到一台特斯拉，一个赛车的人开自动辅助驾驶了后，规路手拢无划伫hand道路顶悬，而且还阁伫背手机啊，看到是真危险。即嘛警方要甲即个驾驶开罚单。也那专家是表示，自动驾驶的判头要是会有侦查，赛车袂使拢放互伊，避免发生危险。 有民众看到坐伫车顶的女驾驶双手离开hand道路，也好像无咧看路。有时阵滑向边啊，甚至照镜进入头毛，甩去咧背手机啊，也阁是伫国道顶悬时速超过100。我当然不会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。 民众将画面铺伫网站，指出迄时阵伫咧国道3号115.6公里大山路段，看到特斯拉驾驶的行为，警方虽然无接到报案，不过看影片，确认驾驶已经违规，会将违反道交条例来处罚。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，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；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，处 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罚款。他正在进行自动辅助驾驶，他保持他与前车的距离，他把车辆固定在这条车的车线道之间。他搞不好比你驾驶还要安全。 有电动车车友认为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技术较完善，不过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去年12月发布调查报告，说明各厂牌自驾系统拢无达到驾驶人应完全挖苦自动化驾驶等级。专业车评也认为，免过度挖苦自驾系统，就算它感应到了，它不作动，也是有它的原因在，是因为 他不确定前方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人都控制不好了哈。这个自动驾驶，我觉得它能够判断的东西辅助而已的，并不能够100%的取代人来做这些事情啊。但副洪认为，自动驾驶系统可能因为外在因素，或者是系统对路况，或者是车型判断无同，也会甲暗网达出现落差。 而且路况变化多，这套系统上世间人用来减低长时间赛车疲劳，唔通太过相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